零零地零零。太上老君急急如意令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已昭告天庭，传告28星宿，即刻降下符旨，但这落在谁身上，就要看大家的心意了。多少年了，这女道士还是这一套。走吧走吧，骗人的。大家别走啊！这邻里邻居的也不知道配合我一下。是。海上生民院，先王李九天，他真的昭告天庭了。钱是越来越难赚了，也怪我那死鬼师傅。你说他教点啥不好啊？非要教我这些骗人的把戏。我得什么时候才能凑够我的嫁妆钱呢？穿越到这个世界啊，哪里都好，就是这精神方面的娱乐几乎为零。可怜我看的小说、刷的抖音、掌握的那些知识啊。小弟弟，你要不要给家人添点符纸，捐点香火钱啊？高人，请传我功法，收我为徒。高人，我是高人。小弟弟，你不会误会了吧？这骗点香火钱还好，这收徒还不得露馅了？晚辈顾衍，自幼身在古武家族，只可惜资质一般，多年未能入门，一直想寻找一个得道高人。高人方才的无上手段，正是晚辈所追寻的。无上手段啊！你说这个呀？其实，高人，晚辈出门出得急，只带了这些钱。我知道高人一定视金钱为粪土，高人可以不要，但晚辈不能不给。但是我真的不是高人。前辈，这是我从小佩戴的玉佩，它是上古神玉，请高人一定要笑纳。罢了，我看你那么坚定，哎呀，又与我那么有缘，我就收下你吧。真的吗？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，请师父传我功法，助我修行。修行？我都没你懂得多，我咋助你修行啊？看来只能胡编乱造了。顾什么来着？顾衍啊，顾衍是吧？这功法万千，学无止境啊！为师今日就教你一套。九阳神功。九阳神功，这听名字就很厉害，是不是习得此功法就可以达到武道巅峰了？武道巅峰？啊，武道巅峰！你要是能学会这个功法，你都能成为人仙。人仙？师傅，人仙是什么境界？是不是武道界的最高境界？这人仙嘛，就如这天上的繁星，天下众神皆住于此，举手投足能擒龙之象，这就是人仙之境。师傅，那仙人之境有没有其他手段？哎呀，你切记，修行之人切勿好高骛远，要脚踏实地，只有做到这些，你才能登上武道巅峰，明白了吗？是徒儿鲁莽了。嗨，没事，为师今日就教你这套九阳神功，只说一遍啊，能记多少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天之道损有余，而补不足，故须胜时。不足胜有余，其理奥，其义博，其趣深。这天地之象分
然什么来着？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了，随便编吧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以观其妙。随人而动，随遇而安，能屈能伸。爱何处，心就要用在何处。大道真言竟然能真的惊动上天，我师父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啊？嘿，你记住了吗？别走神啊！记住了，师父，我给你重。不用，重复就不用了，好好修炼啊，好好修炼。修炼。是谁竟能引动大道光明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世间竟还有这般神人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高人。哎，师傅，修炼你啥也没教我，我怎么修炼呀？这师傅领进门啊，修行看个人。你看为师都已经帮你指点好方向了，这其他呀就要靠你自己了。靠我自己？可是我自己什么也不会。千人千面，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呀。所以啊，这个因人而异，不要墨守成规。明白了不？我明白了，谢谢师傅教导。徒儿先走一步。这明白了个啥呀？停！你看看这小院漂亮着呢吗？哎呀，快走！哎呦，停！伯母、嫣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这不嘛，王老板呢想着这个小院了，说在这小院啊盖个别墅，我带王老板呢过来看看。别墅？伯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个是师傅给我的唯一的一个念想。什么念不念想的呀？你不想嫁给我儿子了？我们俩情投意合，我当然想嫁给他了。想嫁那就很好，赶紧把这小院卖了，你把钱给我呀！不然就凭你这坑蒙拐骗的穷酸样，你什么时候能把嫁妆攒够啊？别浪费时间了，快点！哎呦，王老板，您看这院子，主公，这小院依山傍水的，俺喜欢。我出100万。什么？才100万100万！妈，姑我亏空了！哎呀，拜我把地契拿出来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卖，我不同意。啥？他不同意？哎呦，王老板！哎呦，就凭你那点香火钱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凑够嫁妆啊？我看你呀，是不想嫁给我儿子了。妈，别跟他废话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乖乖把地契拿出来，我勉强叫你一声嫂子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我哥娶别人。想嫁给我哥的富婆多了去了，拿儿子换钱呗。不然呢？要不是你耽误我哥赢联姻，我至于为这100万发愁吗？你们真不要脸！少在这废话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这个地契你拿还是不拿？我不拿。妈，你们太过分了！过分！你妹妹在外边欠了100万的外债，人家王老板要出100万买这个院子，你说我怎么办？还不上钱，他们会要我命的。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够了，那也不能拿着院子抵债。这钱，我会想办法帮他慢慢还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就你那点工资，何你妈呀能还上这100万？行了，没工夫听你们在这吵架。这样吧，丫头，看好了，我出150万。50万！地契拿来吧。地契。哎，嫂子，那个我刚刚开玩笑的，只要你今天把地契拿出来，你和我哥想干啥就干啥啊！
对，哎呦，晚上你想干啥就干啥去。陆恒怎么能摊上你们这样的家人？你们给我出去！少在这给点不要脸！出去！妈，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嫣然，拉你哥过来。既然你不愿意卖这个院子，那我就拿我儿子抵债。拿儿子抵债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要是不跟我回家，别怪我不认这个儿子。怎么，你要为了他和我们断绝关系？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，跟我回家。陆恒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他们明显没安好心。婉欣，你放心，谁都不能拆散我们。妈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这小院的主意你也别打了，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。哎呦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不成器的儿子？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确定不跟我回家是吗？婉欣，她是我的全部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婉欣，你看，他们终于同意我。小心，你们放开陆恒！小狐狸精，想和我哥在一起，你做梦！除非你拿出100万。带走，走。哎，弄啥呀？这是我等了半天听你们吵架呢。哎呀，我要上哪儿弄这100万啊？师傅，徒儿已经步入修行界了，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修行者。你步入修行界了？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，您的九阳神功真的太厉害了！我运转自家功法，心里默念您的九阳神功，不出半日便达到了运息境。我瞎编个九阳神功，还真让你练成高手不成？我看这傻小子的模样，我真怀疑他懂不懂修行啊？徒儿啊，戒骄戒躁啊！是师傅，是徒儿沉不住气了，徒儿日后一定更加努力修炼。师傅，现徒儿已是名修行者，还需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。你要回家啊？你回了家，万一让你家人看出来我是瞎编的怎么办啊？徒儿啊，这修行如逆水行舟，切勿因为一点小小的成就回去跟你家人说你会这个，你会那个，然后我回家顺便给师傅拿点钱。拿多少？也拿不了多少，500万，够吗？500万？你管这叫随便拿点儿？这就是我1个月的零花钱呀。徒儿啊，常回家看看父母也是好的，这劳逸结合呀，为师也是很提倡的。多谢师傅。哪里来的江湖骗子，敢欺骗我顾南天的儿子？爸，你又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被这个小丫头片子骗成什么样子！不可胡言，这是我师傅，他可是隐世的绝世高人。你说什么？绝世高人？正是。你简直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也不知道这个小丫头片子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。高人，我倒要领教领教。你要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说个锤子！爸，不可冒犯师傅。好，我可以放过他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回去，履行跟慕容家的婚约。不可能，我不喜欢那个慕容雪飘。而且我师傅也不会同意我娶一个不爱的女人，对吧，师傅？那个徒儿啊，你既然跟人家有婚约，你就要履行。男人嘛，要说话算话呀。哎呀，师傅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慕容雪飘，她就是个变态。放肆！慕容雪飘乃是慕容家第3代修行者中的佼佼者，
他的师傅天玄地尊，其修为更是达到了修行奇境中的通天境。怎么在你嘴里他就成了变态了？那个慕容雪飘，她们姐妹俩拿了100个男人做奴婢，还是姐妹两个共用，想想我就恶心。你懂什么？古武世家自古以来人丁单薄，只有多多诞下子嗣，才能不断壮大。你是顾衍，是我顾南天的儿子，你的身份岂是那些普通的炉鼎可比呀？而且，慕容家已经和我说好了，只要你们能诞下能修行的孩子，立刻过继给顾家。只有这样，咱们顾家的千秋大业才不会断。那我成什么了？你们壮大家族的种马吗？我不管，这个婚约你必须得履行。谁让你迟迟无法踏入修行界？谁说的？在我师父的带领下，我已经突破了。其实我就是传了他点修行的法门。笑话！就凭他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要是得罪了慕容家，咱们顾家都得完蛋。有我师父做靠山，他区区慕容家算得了什么？惹怒了我师父，分分钟灭了慕容家。这弟子真不白收啊！有事把我往死里坑！徒儿，不可胡言！你忘了平时为师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？师父教导徒儿不能欺负弱小。死小子，师父教了你那么多，合着你就记住这一句了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简直大言不惭，连慕容家都不放在眼里。其实我……师父，你为何如此谦虚？徒儿在您的带领下，只用半日就踏入了修行界，他慕容家比得了吗？你闭嘴吧！你赶紧跟你爸回家去吧！哎呀，师父，我知道您是担心徒儿和家里人闹矛盾，但是师父您放心，徒儿心里有数。半日就踏入了运西境，简直是笑话！你看看，你跟他学了什么？学会了满嘴的胡说八道。我没有撒谎，撒没撒谎？等我先收拾了这个小丫头片子再说。欺骗我顾南天的儿子，必须让你付出代价！给我上！别担心，师父有我在。你别冲动啊！这要是出手，不就露馅了吗？这帮小喽啰还敢放肆！给我上！还不配师父您动手。九阳神功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气息离体，这是运西境。运西境。时隔多年，我们顾家第3代终于又有修行者了，太好了！顾衍，你刚才说你到运西境只用了半日。没错，有我师父这点高人指点，半日又算得了什么？这小师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高人，真的是绝世高人呐！高人，刚才言语失当，请您多多见谅。那个无妨无妨，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早就看淡这一切了。那个顾南天是吧？只不过以后再也不许让我徒弟做他不喜欢的事了。好，明白。哎呀，我儿子身边有你这样的高人，他们慕容家算什么呀？我这就去把情给他退了。爸，我也一起，这样好有个照应。有我师父这样的高人存在，我谅他慕容家也不敢不应。好，那就太好了。高人，在下
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师傅，我儿也先行告退。走吧。走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哎，先出去躲2天吧。这下没有人能认出来我了吧？哎，等风都过了再回去吧。话说，怎么老不接电话呀？喂，师傅，刚才是道馆找你，你怎么不在啊？啊，那个顾衍啊，为师闲来无事，想出去云游天际。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师傅，我确实发现一件很不得了的事儿。完蛋了，肯定是露馅了。那个顾衍啊，你听为师狡辩啊！不，你听为师解释。其实这事情它也不是这样的。其实未婚夫被他家里人卖到慕容家做炉鼎了。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而且马上炉鼎大会就要开始了。陆恒，你等着我。当年我刚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是你救了我一条命。就算本姑娘这条命不要了，我也要救你出来。真不愧是能说出大道真言的高人，这等游戏人间的心态，让天玄佩服。炉鼎大会，那我就去近距离观赏一下高人风采。千真万确，炉鼎大会现在已经开始了。爸，你说也挺奇怪的啊，像你师傅这样的高人，怎么可能喜欢一个凡俗男子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像我师傅这样的高人，就喜欢在红尘中历练。不错，像你师傅这样的高人，岂能是我等可以揣摩的？这样啊，我马上去调集家中力量，立刻赶往炉鼎大会，助你师傅一臂之力。得了吧，我师傅何等存在，还需要你去助威？说的也是，我的好儿子，你可得跟你师傅保持好关系啊！有了这尊大脑，咱们顾家也能像慕容家一样，背靠巨擘，称霸一方。最好你能把他追到手。庸俗，自己去就行。走吧。你说我这个儿子啊，真是要才有才，要样有样，更是万里挑一的修行者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凡俗男子呢？哎，你说这慕容家的二公主，连修行者都不算，怎么还弄个炉鼎大会呢？你说她那小身板，她吃得消吗？你可别乱说，明面上是二公主在找，至于谁在用嘛？嗨，我听那传闻，两姐妹一起，我纳闷这大公主她何苦这样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听说是慕容大公主的师尊天玄帝君不喜欢这样，所以才暗中这样的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慕容家本来就够强大了，现在又搭上这个天玄帝君，那可真是不得了啊！哎呦，这个太气派了！哎，你说这做炉鼎有什么不好的呀？这不比寻常人家的婚礼啊，那强100倍可不止啊！对呀，妈，他还不同意。等他将来诞下慕容小姐可以修行的子嗣的时候，就会知道甩那个死丫头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吉时已到，炉鼎大会现在开始。有请慕容花落小姐。
见过慕容小姐。这次的炉鼎属实不错呀，这小腹肌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把你的手拿开。不错，敢对本姑娘甩脸色。本姑娘突然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你的滋味。现在开始炉鼎大会仪式，请炉鼎立誓。为慕容花落小姐效劳，此生定当追随慕容花落小姐，永不背弃，违者天诛地灭。哎呀，这个混小子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你赶紧立誓啊！对呀，哥，要是得罪了慕容小姐，我们家都得完蛋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立誓，否则让你神魂俱灭！想想你的家人。慢着！你们慕容家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用我的男人做炉鼎？你们慕容家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用我的男人做炉鼎？大胆人，你是何人？竟敢扰乱慕容家的炉鼎大会！李万兄，你这个乡下野丫头，还敢在这里撒野？婉欣，你怎么来了？陆恒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没人能逼得了你。谁要是逼你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没人逼我，是我心甘情愿当慕容小姐炉鼎。你快走！听到了没有？你个穷丫头，赶快给我滚！陆恒，我知道你怕我出事，但你知道吗？当年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情人呐！本小姐最喜欢棒打鸳鸯了。你有什么事？你冲我来！冲你来？行啊！既然你们这么恩爱，那本小姐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让你们日日夜夜都在一起，把这个家伙的四肢砍断，放到本小姐的卧室里。我要让这个炉鼎日日夜夜看着他心爱的女人被我折磨。你们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徒弟可是修行者，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修行者？我慕容家这么大，也没有几个修行者呀！你一个底层的垃圾还敢妄言，赶紧动手！这慕容家还真不像，说不得本地今日要清理门户。住手！你们慕容家好大的威风啊！哎，这个不是鼓舞世家的顾家大少爷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这顾少爷虽然没有踏入修行界，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面面俱到，堪称天之骄子也不为过呀。哦，怪不得这个黄毛丫头她敢闯这个炉鼎大会，原来她是认识顾少啊！今日谁敢动我师傅，就是与我顾家为敌。师傅，这什么师傅？我没听错吧？顾少，你叫他师傅？怎么？我师傅就是林婉欣，林婉欣就是我师傅，有什么问题？婉欣，你什么时候收顾少为徒的？这刚开始也没想收他的，但是他这又下跪又送礼的，有点盛情难却了，所以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他了。那你都教他什么？当然是教他一些入学的法门。对，修学之法。你教他？师傅，
你不用太谦虚。陆恒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师父可是隐居在尘世间的世外高人，他半日就带我进入了修行界，所以你们区慕容家根本不在师父眼里。隐世高人，你不用担心，今天你受的所有委屈，我师父都会帮你一一讨回。徒儿，为师不愿与这帮蝼蚁一般见识，扶为师回去休息吧。师父，慕容花落，我奉劝你赶紧过来给师父道歉，否则我师父就会灭了你们慕容家。孽徒，你这是把师父往死里坑啊！慕容花落，我劝你赶紧滚过来给我师父道歉，否则我师父立马就灭了你们慕容家。孽徒，你这是把师父往死里坑啊！林什么来着？林婉星是吧？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你这洗脑的手段一套一套的，就凭你们也想灭我慕容家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慕容家要如此行事，恐怕要遭天谴呢。你还真是个满嘴跑火车的江湖骗子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还不赶紧放我们离开！哼，就他那点手段，骗你们两个还行，想让我慕容花落相信？来人，把这个满嘴跑火车的野丫头嘴巴给我缝上！放肆！你区一介凡人，敢跟我师父这么说话？哼，笑话！凡人？你孤眼不是凡人吗？还愣着干嘛？给我上！你真是修行者！传闻这孤眼根本没有修行天赋，竟然能跨入修行界，这姑娘果然是绝世高人呐！刚才顾少爷说，不到半日就踏入修仙界，这高人的滔天手段，可当真是逆天啊！我等拜见绝世高人。我等拜见绝世高人。哎呦，婉星啊，是我们错怪你了。嫂子，你那么厉害呢？那你之前那么低调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？师父，现在我们怎么处置他们？你们想干嘛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为师不愿与他们计较。若是你们再犯，绝不轻饶。不愧是绝世高人，如此气度，非同凡响。你这个江湖骗子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姐，顾言，我本来担心你是个凡人配不上我，没想到你已经踏入修行界，真是让我又惊又喜。呸！慕容雪飘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我要退婚。顾言，不要以为自己踏入修行界就可以目空一切，这天下之大，你难以想象。只要你诚心诚意与本小姐结婚，本小姐便答应你，早日带你正道。正道？哼，我有我师父这般高人领路，何须你来带？傻小子，低调点。慕容小姐，我们承认你有修行天赋，但是如何跟高人相比呢？慕容小姐，切莫年轻气盛，得罪了高人，为慕容家带来麻烦，可就不好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赶紧跟我嫂子道歉，不然就让你们慕容家付出代价。哎呦，多亏了我儿媳今日上门，要不是便宜你们慕容家了吗？哎呦，还炉鼎，呸！一群蠢货！顾言，你被骗了。你看这样一个穷丫头，哪像什么绝世高人呐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一群蠢货！高人已经答应放你们一马，你们到底在纠缠什么？没错，你们慕容家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真是可笑啊！只用半日就带你进入修行界，她一个野丫头，哪儿有什么绝世高人的样子？
我劝你照照镜子，好好看看你自己吧。找死！找死！怎么，为了一个江湖骗子就要跟我动手是吗？敢侮辱我师傅，看我今日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徒儿不要！师傅放心，徒儿心里有数。看招！徒儿，怎么，知道你与我的差距了？不就是比我多修行2年吗？仗着你的师傅是天玄帝君，厉害的师傅，我也有。师傅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出手灭了他们！徒儿，你忘了为师做人的准则了吗？这江湖啊，他不是打打杀杀，他是人情世故。你师公今天身体有些不适，咱先扶他回去休息。走，你身体不适。听到没有？你们师公今日身体不适，再有下次，师傅必定灭了你们慕容家！给我站住！完了，你这傻小子，我都快走出门了，你放什么狠话呀？站住了，站住！师傅回来，我们怕你们不成？你口口声声说要灭了我慕容家，今日我慕容雪飘都要看看，究竟是何等高人，值得你如此推崇。我搞个屁呀！我师傅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出手灭了他们！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乖徒儿，我们今天就放过他们一马吧，行吗？婉星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我支持你。支持你妹呀！我其实我也少废话，赶紧动手！如果我说我今天不方便出手，你们信吗？不方便。你今日若不出手，所有人都休想离开这儿。贱，你不是说喜欢这个炉鼎吗？好，那我就打断你的骨头，让我家下人一起烦死。你说话挺脏啊！你碰我逆鳞了，你知道吗？小丫头片子，我就算拔了你的逆鳞又如何？我跟你拼了！太上老君急急如意令，6脉神将。怎么样？不听本少言，吃亏在眼前吧？哼！婉星，你竟然这么厉害！哼，让你嚣张，嫂子，快弄死他！不愧是绝世高人呐，出手之快，我等肉眼凡胎根本看不清楚。是啊，竟连本地都没看清高人出手。快你妹呀！快，我根本就没有出手，好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此时不装，更待何时？那个武道尽头，谁为尊？一剑原始，道成空。本尊荒天地。荒天地，荒天地，师傅，这就是你的名号啊，好厉害！荒天地，好霸气的名字。不过以前辈的通天手段，倒也配得上。我等能一睹荒天帝的尊容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我等拜见荒天帝，拜见荒天帝。本尊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，以后你们谁再敢欺负我徒弟，本尊绝不饶恕。以后我等愿随顾少，马首是瞻。哎，好了，本尊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慢着！只打败了慕容家年轻一辈，竟自号荒天帝，真是要笑煞老夫了！
竟然惊动了慕容老祖！我的天哪，这慕容老祖是100年前无敌的存在。那又怎么样？他能是荒天帝的对手吗？小姑娘，你这番装腔作势是何居心？快说！打了个小的，又来了个老的，还有完没完了？哎呀，不行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不能掉。我荒天帝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不要以为有几分修为就可以在这儿装腔作势。我慕容家的底蕴，可是你能想象得到的。在本尊眼里，一切皆为枉然。我看你岁数挺大的，修炼实属不易，速速退去，本尊能饶你不死。老不死的，赶紧服个软呢！老祖，要不还是给他服个软吧，他毕竟没用的东西。他若真的是世外高人，会因为一介炉鼎在这闹事儿。事情不妙啊！早知道我就该直接走的。哎呀，这装逼遭雷劈啊！那是因为荒天帝低调，不愿意你这小喽啰计较。你这老了不也配质疑我师傅？老矣，老夫纵横世间300载，在你们口中竟然成了老矣。我师傅可是独断万古的荒天帝，你不是蝼蚁是什么？那好，就让我这个老蚁好好领教领教你的高招，是与不是，老夫一试便知。又来！如来神掌！我还没出手呢，他怎么就倒下了？师傅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！我师傅可是独断万古的荒天帝，你们慕容家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不对，出手的另有其人，何方宵小？速速出来受死！还有高人啊！慕容老祖，你被打傻了吧？就是，这哪里有人啊？小小之辈，这点还骗不了老夫！速速给我滚出来！出手的正是我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你是何人？怎么会在我慕容家替这个骗子出手？放肆！竟敢侮辱荒天帝！你想死吗？他若真是荒天帝，你又何必躲在暗处？依我看，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骗子。混账东西！再敢胡言，本座让你身死道消！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本事就可以无法无天了，小心我让我师尊天玄帝君来拿你是问。天玄帝君，那你好好睁大眼睛看看，我是谁？你是师尊，拜见师尊。这天玄帝君，拜见天玄帝君。老朽老眼昏花，出言冒犯，还请帝君恕罪。拜见天玄帝君。帝君，我的个乖乖！起来吧。若非本帝今日亲眼所见，还不敢相信。慕容雪飘，你竟还有这副面孔！师尊，弟子知错了，师尊恕罪啊！恕罪？按照本帝的规矩，强纳炉鼎，以修为压人，该如何处罚？废去修为。那便照做吧。师尊，弟子知错了。丢人现眼！既然你不敢，
那本帝便来帮你。慢！还请帝君看在我慕容家为您效劳多年的份上，可否饶过雪飘这次？本帝还没找你问候，你倒替他求起情来了。帝君既然为了一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，就要处置我慕容家，还要废去雪飘的修为，实在是难以服众，还请帝君再三斟酌。你敢质疑本座？依前辈所见，他们该如何处置？你问我呀？这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你不要来问我。我明白了，既然前辈不满意，那我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帝君既是如此，那就不要休怪老夫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本帝？我自是没有，至于别人嘛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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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来吧，魔君！慕容老头子，看来你还是想通了。这魔君又是谁啊？这一个一个的没完了！没想到你慕容家竟然和魔族还有联系，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为了一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，你就要处置我慕容家，还要废掉雪飘的修为，这一切都是你逼的！何必多做解释呢？今日我魔族定会帮你出头。多谢魔君。你一个小小的魔君，也敢替他们出头，你真是好大的口气！口气大不大？帝君试试就知道了。我魔族100万大军降临此界，我魔君定要把昔日的耻辱给讨回来。你找死！怎么办？这天玄帝君不会不是魔君的对手吧？别担心，有我师傅兜底，小小的魔君而已，我师傅一巴掌就能呼死，对吧，师傅？啊！不对，完了，这死秃铁又坑上老娘了！哎呦，是你要一巴掌拍死我？不！放肆！你还没资格让荒天帝出手，先过我这关。天玄帝君，你欺负我魔族无尘脉！完了，这魔族大军真的要打来了！那个怪头儿，这里应该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了吧？咱们要不先撤？啊，师傅，这小小的魔帝，我一巴掌就能拍死他。咱们先撤。魔帝恐怕实力远在我之上，不过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前辈看到。魔界大帝又怎样？这是我表现的机会。没错，小小魔帝还用不着前辈出手。你们，看来前辈还是看不上这里的斗招。罢了，魔帝，你等着，本帝今日还不想杀你。怎么办啊？他们就这么走了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，妈？走，跟上去。今天的事儿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。走，问个清楚。哎呀，叫我去！师傅啊，我们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啊？为师啊，是怕一巴掌拍死那个叫什么魔帝的人，避免会涉及到更多无辜的人。我明白了，师傅您心系苍生，不愧是我的师傅，
徒儿他那真是太不信。别这样，让别人看见了。我才不管这么多呢！徒儿就要跟着师傅一生一世。完了，这个笨蛋徒弟被我骗的也太惨了吧！婉欣，谢谢。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在一起？什么在一起？谁同意你们在一起了？就算是慕容家完蛋了，也轮不到你这个坑蒙拐骗的死丫头片子。可怜我的500万啊，全泡汤了！你们赔我！妈，妹妹，你们怎么这样？我们哪样？要嫁给我儿子，就算你是世外高人，也得给我拿出500万。500万？我上哪儿去找这500万？这我不管，只要你凑够了500万，我就让陆恒娶你。走，逆子，回家。妈，你们什么我们你们？你到底认不认我这个母亲？你要是认我这个母亲，就乖乖的跟我回家。婉欣，要不我还是先回家跟他们说清楚，然后我再来找你。那好吧，走，回家，走。真是的，快点！师傅，你何必如此啊？要我是你，我一巴掌给他们都拍飞了，干嘛跟他们废话？怪徒儿，情感上的事情你不懂。回家喽，回家喽！哎呀，这边养鸡养猪，这边养鱼种树，这叫节流开源，完美。楼主的憨货，低调点。我们过来投奔主人，不是让你过来暴露身份的。凤凰，我龙族可不是怕你，凤凰是救你们。我感觉主人越来越恐怖了，他刚才看我一眼，我差点吓尿。师傅，徒儿已经达到运气巅峰了，但是却迟迟找不到气血境的门槛。运气巅峰？我这徒弟还真是天赋惊人呢。请师傅传弟子一些气血境的修行方法。气血境的修行方法？我这是瞎编的呀！我真怕把你带跑偏啊。徒儿，你切记，为师这气血境的修行方法和他人可不太一样。这要是你修行不成功的话，那就证明我们师徒无缘了。啊！为师实在是不想害你啊！弟子知错了，师傅一定是嫌弟子修行的太慢，弟子保证日后一定保持热忱，努力修炼。那你可要记好了啊！这千溪万水化大江，万里奔腾入大洋，惊涛卷起千层浪，气血可撼万重山。你好好悟吧。气血可撼万重山。气血可撼万重山。多谢师傅指导。徒儿啊，你要切记，为师所传之法呢，重悟重义，不在于形，更不在于表面。所以说你师傅，徒儿达到气血境了，多谢师傅指点。我操，我瞎编的，这小子还真是个妖孽不成？一句话便让徒儿突破，真是让天玄大开眼界。这么快就找上门了，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是天玄帝君啊，您这次来是因为之前的事儿？前辈问我这个，一定是在考验我的态度。前辈放心，我那逆徒已被我废去修为，此次前来不过是想向前辈讨教几招。讨教？果然是来报仇的，
男人心海底针呢，身为帝君也不能免俗。喂，就你个小白毛，还想讨教我师傅？我呸！这逆徒！前辈误会了，方才见了前辈授徒的逆天手段，天玄已绝了这门心思。哦，既如此，那帝君还有其他的事吗？古籍记载，修行达7境，可触摸天道。天玄至通天境已有数年，却从未见过天道。敢问高人，何为天道？啊，这天道，这天道即为众生。众生，一株草，一粒沙，一只蝉，这都是天道。这肉眼凡胎看来啊，自然处处是平凡，但啊，这真正的超然，真正的天道，就藏在这平凡当中。平凡。天玄受教，敢问前辈，如何入天道？你想要入天道啊，首先你要认清平凡。认清平凡。我好像明白了。高人指点，如圣婴在世，天玄受益匪浅。待天玄消化今日所获之后，再来拜谢高人。好嘞，好嘞。好努力啊！好，我瞎编的呀，又信了。不愧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果然精彩艳艳。修炼区百年，境界竟然又要突破。要不是我付出3个魔君的代价，恐怕还真伤不了你。可惜还是没能杀了你啊！本帝这次受魔神旨意，率领魔族大军征服这中原之地，已是板上钉钉。你这般负隅顽抗，有意义。今日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染指中原半步。中原神剑，中原气数已尽，本帝再问你一次：臣服或者陨落？臣服或者陨落？谁在大喊大叫？烦死了！这种人就应该遭雷劈。谁在大喊大叫？这是烦死了！前辈的声音。这种人就应该遭雷劈。撤！此事古怪，先撤！天佑中原，天佑中原！什么声音这么吵啊？哎，天玄帝君，你受伤了？天玄遭受魔族围攻，侥幸逃得一条生路。那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。高人，天玄有个不情之请，魔族定会趁我受伤之际进攻中原，恳请前辈替我治疗伤势。治疗伤势？我也不会啊。哦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杀个鱼，熬个鱼汤，给你补补营养。鲨鱼？龙？嘿，万万不敢！劳烦前辈杀鱼。不敢？这天玄帝君不会被魔族打傻了吧？那就杀个鸡，我给你熬个鸡汤。万万不敢！万万不敢！哎呀，这鸡也不吃，鱼也不吃的，
这神经坏了吧？那你想吃啥呀？我这里也没有其他的了。啊，就这。那，来，走。这是蟠桃，想不到我天元此生能有幸品尝如此神物。啊。吃个桃不至于吧？完了，这天玄帝君彻底傻了。我竟直达通天境巅峰，多谢前辈赐予我深厚福缘。就一个破桃不至于。烂桃也是，高人擒龙卧凤，这蟠桃确实不算什么。高人，天玄伤势已经痊愈，我这就去驻守中原，绝不让魔族踏入中原半步。天玄告退。这多好的一个人呐！哎，可惜这脑子是彻底坏了。中原4大家族，臣服或者毁灭。我们不服！对，不服！异域邪魔，让我等臣服，绝不可能！不服，那就去死！住手！帝君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帝君来了！天玄，又是你！这一次你不会再有那么好的运气了，毁灭吧！阎罗，今日我定要让你陨落在此！我等齐心协力，将功法输入帝君体内，拼死抵抗，助帝君一臂之力！一群蝼蚁也敢挡我！看本帝如何屠戮你们！血菩提，血菩提，你怎么会有此等邪物？现在泯灭吧！天玄，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臣服或者陨落？阎罗，你可敢跟我去一个地方？若你去了相安无事，我便臣服于你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帝君，这不可呀！像阎罗魔帝这样的人物，什么尽力去不得，你万万不可呀！本帝自有定夺。阎罗魔帝，不怕死的就跟过来吧。嘘，师傅昨夜劳累才刚睡着，你突然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帝君，这就是你说的那地方。你这也太……一会儿你便知道了。天玄，本帝来了。本帝还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境地，原来就是个稀松平常的院子。你是在玩弄本帝吗？我说的正是此处。既如此，本帝平安无事，你是不是该兑现你的承诺，臣服本帝？高人住所，岂容放肆？顾小兄弟，这人便是阎罗魔帝，一头染指我中原大地，还请顾小兄弟代为通告前辈。哼，你就是阎罗魔帝啊！我管你什么阎罗魔帝、陀罗魔帝的，告诉你啊，杀你都不需要我师傅动手。哼，顾小兄弟，我知你乃天之骄子，名师高徒，可你毕竟刚踏入修行不久。这阎罗魔帝乃是1000年前被你称霸一方的存在。哎，谁说是我要动手了？凤凰，交给你了。我倒是差点把这个给过。天玄，你带本帝前来是在侮辱本帝吗？侮辱？你说是，那便是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一起。
起毁灭吧，血菩提！啊！哦。是凤凰。哎呀，没想到老朽有生之年，竟然还有幸能够见到这传说当中的凤凰啊！这真龙人肉果然是恐怖如斯。如此神兽竟被圈养，真想不到这主人究竟是何等绝代高人啊！不知顾小兄弟可否通报高人？我等实在仰慕高人风姿。怎么想见我师傅呀？什么声音又这么吵啊？我等拜见高人。哎，你们是听天玄帝君说的吧？快请起！哎呀，没想到这高人不仅是修为通天，还如此的平易近人，实乃是我中原之幸啊！不如我们共尊高人为天下至尊可好？哎，如此甚好！如此一来，我中原再也不怕那魔族之人了。对，我支持，我也支持。你们没开玩笑吧？我当你们的至尊合适吗？再合适不过，相信整个中原没有人敢反对。我等也竭尽全力为前辈造势。太好了！以后我就是天下至尊的徒弟了，我看谁还敢欺负我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当至尊有工资吗？当至尊没有工资吗？有，自然是有。前辈想要多少？500万，可不可以？500万？不是，让我缓一下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我知道我开的有点高了，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本尊的嫁妆还差500万。嫁妆？500万没问题。那我们要不要签个合同什么的？签合同就没这个必要了。我等也绝没有胆子敢欺骗高人。500万，我稍后派人送来。既然你们这么爽快的答应了，那我们就这么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天下的至尊。我等拜见至尊。嘿，500万呢？发财了！这下我终于可以凑够嫁妆钱了。那个，快请起！我看你们伤势都不轻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万万不可！我等身份卑微，怎敢劳烦您呢？是的，至尊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杀个鸡，熬个汤，给你补营养。我这鸡呢？怎么又跑了？龟呀，走，跟我去抓个鸡去。好。万古神兽金龙和凤凰都现身了。龙族的憨货，赶紧换话，主人找我们了。你搁这儿呢？不可，前辈小心！走了你！小心啥呀？不就杀个鸡吗？哎呀！你们是怕这小鸡啄到我吧？没事的，这鸡我经常杀的。我师傅不愧是独断万府的荒天帝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在嘀咕些啥呢？我这就去给你们炖鸡汤去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劳烦前辈杀鸡。哎呀，不麻烦呐。完了，我堂堂一个凤凰要被主人给炖了。完了，我堂堂一个凤凰要被主人给炖了。他们对鸡肉过敏。对鸡肉过敏啊？对，我过敏，对鸡肉过敏。嗨，那吃点啥好呢？我们吃海鲜吧，我给你们炖条鱼去。完了，武堂堂真龙难道也要归西了？万万不可，他们对鱼肉也过敏。
也不能。不如我们吃个桃吧。啊，你又要吃桃啊？那你们呢？也喜欢吃吗？喜欢。这会不会有点招待不周啊？不，能够吃到前面这里的桃子，实在是我们三生有幸啊！三生有幸。那行，走，拿着，管饱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神武蟠桃？这小老头不会这辈子还没吃过桃吧？不愧是神武蟠桃，这山事竟然全好了。这要是在外界，就只是一个桃核，怕也会引起各方势力的争夺呀。多谢天尊推我的如此辛苦不远。哎呀，没事的。你们要是那么喜欢吃桃，我这还有呢。桃子也是。天尊擒龙伏凤，这蟠桃在前辈眼里确实不算什么。看来我多吃几个，应该也没关系。你那么喜欢吃啊？再给你一个。好了，我要回去睡午觉了。不好，我要突破渡劫了！什么？多亏天尊赐我机缘，天玄才能触摸天道。那当然了，我师傅可是荒天帝。哎，你知道怎么渡劫吗？此劫万年无人踏出，我也不知道。不好，他们要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会被劈死的！啊？什么？哎呀，师傅，你别睡了，快来救救我们呀！出事了！哎呀！哎呀，吵什么吵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师傅，别睡了，出事了！马上天劫来了，我们都要被劈死了！天劫？这不就打个雷，闪个电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这等天劫，在天尊眼里竟然只是打雷闪电，还请天尊助我。助你？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这个，你可是帝君呐，你还怕这个？天玄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打雷，让前辈见笑了。唉，理解你呀，虽然是个男人，但其实骨子里是个女人。这女人呐，修为再高也怕打雷，但我除外。你看好了啊！哎，不行，师傅你别去，那是天雷，你会被劈死的。这打雷没什么可怕的嘛。顾言，身为修行者，不能什么都怕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前辈快下来，此事万万开不得玩笑啊！这天玄帝君一定是因为被魔族打怕了，才会如此胆小。我得重塑他们的信心呢。这打雷没什么可怕的嘛，你们看好了，贼老天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又打雷又打闪的，吓着我们了，你赶紧给我停下，否则本姑娘上去灭了你！我就数3个数啊，3、2、1。哎呦啊！这么巧，看到吧？这没什么可怕的，这一喊不就没了吗？天尊之位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，天玄，拜谢前辈。我是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您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没有像您这样的人了。能作为您的徒弟，是我这辈子的荣幸。不是吧？这也能装逼？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如果以后再害怕，随时喊我。天玄已触摸天道，若魔族再现，天玄有把握一试便灭了他们。我知道你上次被魔族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报仇心切，但是这事儿啊，他不能着急。
要慢慢来。魔帝虽已生死道消，但魔界最强 BOSS 魔神，他修炼魔功，手段残忍，他再一日就是对中原百姓一日的伤害。请前辈以大局为重，为中原去往魔界，斩杀此僚。怎么还有一个魔神啊？还有完没完了？请前辈以大局为重，诛杀此僚。我都说了，这事儿啊，他不能着急。哎，我再考虑考虑，还请前辈想想中原的百姓。是啊，是啊，还跟我玩道德绑架啊！这样吧，我们先下山打探打探，但是啊，你们切记轻举妄动，一切都得听取我的安排，明白了吗？一切听前辈安排。师傅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躲没个身呢，我下去被他们碎尸万段。这个傻货能少坑点你师傅我吗？顾言，你这脑子一天到晚都装什么东西啊？你什么时候能够修炼成仙？赶紧摒去杂念，回屋修炼去。好的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走的时候一定要喊我。哎呀，去！没想到前辈此时此刻还能督促徒儿修炼，更是一语道破天机。天玄，受教。我等受教。哎呀，平常心，一切都是平常心嘛。前辈，那我们明日便出发。对，明日动身，诛杀魔界，诛杀魔界。有前辈在，魔界算什么？区百万众而已，在前辈眼里算不得什么。前辈，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？就不用准备什么了。我刚才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一切还是不能轻举妄动。我知道了，前辈，你一定是有更深的布局，对吧？哦，天呀，卢，你不会挠不会死。对，这凡事啊，不能只看表面，其实啊，这里面还牵扯更深的东西。更深的东西？前辈，您指的是仙界那边？啊，对，就是仙界那边。所以说嘛，不让你们轻举妄动吧。原来如此。前辈，那就让那魔界再苟活几日。总算是稳住了。师傅不好了！哎呀，出事了！你的未婚夫被魔界给抓走了。什么？放开我！慕容水漂，快放了我家人！你不能好死！我就喜欢听你叫，你叫的越大声，我越兴奋。待会你未婚妻来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一点折磨死她的。就凭你！放开！婉清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！你没事吧？鹿晗，放心吧，我们师尊这次来就是来收拾这帮垃圾的。好大的口气呀！事到如今，连小命都不保了，还敢在这大言不惭？我劝你赶紧看清楚形势，跟这群通缉犯划清界限。陆航，跟我过来，别和死罪犯在一起。哥，你要死自己死，你千万别拖累我们娘俩啊！今日我做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。陆航为了救你们，连性命都不要了，你们的良心还在吗？良心已经值多少钱？比得上我们陆家即将到来的富贵吗？好了，跟将死之人废什么话？是你们自己伏诛，还是要本小姐亲自动手？放肆！你现在连本帝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亲爱的师尊，你就不怕阎罗魔帝过来吗？本座真是瞎了眼，收了你这样一个畜生的徒弟。哼，本座便要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师尊，你被魔帝所伤，现在还有那个实力吗？别说我不顾及师徒情谊，现在你立刻自废修为，我还可以饶你。阎罗魔帝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他早就被前辈所斩杀。
啊，我什么时候杀了阎罗魔帝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笑话！就凭他能杀了魔帝，我们慕容家跟随魔族，已经拥有你们无法想象的身份和地位。今天，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自掘坟墓。来人！这些都是魔神最精锐的至尊，能死在他们手上，也是你们的荣幸。把他们拿下！我看谁敢！我乃天玄帝君，近身者杀无赦。他已经被阎罗魔帝重伤，是个废人，不要被他唬住了。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杀他何须魔尊出手？老夫单指可灭之。拜见锦旗书画四大家主。拜见四大家主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4条老狗。琴棋书画，什么狗屁名号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华家主乃是中原4大家族之首，深谙画道多年，安等如此放肆？我有我师傅撑腰，本少连魔尊都不放在眼里，就你们几个也想入我法眼？依我看呀，你们比我师傅提携，我无配。师尊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懂画道吧？赶紧露2手，让他们见识一下。这个画道嘛，画道，对，就是画道，赶紧让他们开开眼，你们马上就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无上画道。对什么对？对你妹呀！对，老娘连美术考试都没及格过，哪里还会什么画画？哼，那就让老夫见识见识你们的无上画道，能不能配上你们的这种狂妄？看到没有？我师傅他压根瞧不上你们的画技，你们连入他法眼的资格呀都没有。找死！老虎，是你这个江湖骗子，什么都不懂。华家主可是深谙画道多年，这幅猛虎下山图，可是连魔帝都要忌惮3分的存在。今日你这种骗子能见到，真是3生有幸啊！要是有什么遗言的话，赶紧说吧。猛虎下山，这幅画也能杀人了？无知的废物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哇哦，真溜啊！小丫头，你找死！慢着，我师傅还没开始画呢。对啊，我还没开始画呢。华家主，这江湖骗子就是在贻笑大方，根本就不懂画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杀。等等，你凭什么说我不会画？没错，你就是怕了，压根就不敢见识我们师傅的画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再嘴硬片刻，我就恭候你的画作。如果有假，我就让你们丧命在我的画中的猛虎之口。前辈，你还会画画？略知一二，略知一二。我明白了，师傅，你的略知一二一定也比他们强上1000倍、10000倍。师傅，画。把你的纸和笔借我用一下呗。2位，借过一下。谢了。屁事儿真多。顾言，帮我拿一下。这该怎么画呢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事到如今，不画也得画呀。哎呀，随便吧，凭感觉来吧。
装模作样。我倒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才能够如此的狂妄。你就拭目以待吧。以我林婉星的手段，足够亮瞎你钛合金的狗眼。这幅画就叫它《神鸟凤凰图》。听到没有？神鸟凤凰图，比你的那什么猛虎下山可霸气多了。大功告成。真的，你们钛合金狗眼看好了。总算呀，让这个江湖骗子现原形了。你说这个是什么神鸟凤凰图？我看这就是小鸡啄米图啊！这就是凤凰啊！我们师傅家的凤凰就长这样。够了！你这个江湖骗子，竟敢戏弄老夫，都给我去死吧！慢着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忽悠了。我看啊，你是看不懂我这话。啊？你说我看不懂你的话？没错，你的修炼还不够，看不懂我的话也正常。依我看啊，你这虎画的也空有其形吧？什么？空有其形？你说我的虎空有其形？没错，这画画呀，讲究的是真意。你只有做到这一点，你才能真正的进入到画道。你这……那你这个小鸡啄米图，它就有了真意。是差了点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画道。请过目。贻笑大方，简直是贻笑大方啊！你成功的激起了我的怒火，给我去死吧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的画道早已经登峰造极。你虎呢？你虎呢？这是被反噬了吧？我就说你画道不行嘛。哎，华信，你看到没有？刚才出现一只凤凰，一口把那只老虎吞掉了。凤凰？哎，就是它。啊！你的修行突破了。方才聆听前辈教导，天玄心有所触，境界已然更上一层。原来如此，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，差点丢人丢大了。师傅，我明白什么是画道了。你们几个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徒儿，咱们今天暂且放过他们一马。如果还有下次，下次再说。不行，师傅，那些魔道不能就这么放了。魔族的事以后再说，咱们今天先走。画家主，你听好了，今天就小小的惩罚你一下，下次定要你狗命。你的嘴怎么那么碎呀？走。你是魔界 BOSS 魔神？魔神？糟了，魔神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我观他气息深不可测，哪怕是我已踏足武道巅峰，估计也不是对手。幸好有前辈在。这，就你这小魔神是吧？啊！我原本以为你就是个缩头乌龟，还躲着，今天自己来送死。这回了，你闭嘴。行，师傅，我懂。对付这种小垃圾，不用跟他废话。今天我直接压地给他灭。你少说两句吧。魔神，我们有话好商量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吧。小魔神，看到没有？我师傅大人有大量，还不赶紧跪下来认罪？好啊，既然你们主动求死，
那就怪不得本尊了。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。那便放马过来。受死吧！对付你，还用不着前辈出手。你竟然到了武道巅峰！苍天有眼，让我遇到了前辈这样的高人，传我功法，踏足巅峰。今日，我便来取你狗命！武道巅峰？什么情况？阿信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助人踏足武道巅峰，就凭他？我师傅的强大，其实你能想象的。才区区武道巅峰，算不了什么啊！哎，徒儿，低调。你究竟是谁？我什么人？本尊之前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真是一个个都不往心里记啊！本尊乃荒天地。荒天地，你竟然有如此手段！本尊独到万古。从我手里培养出来的大帝，不计其数，区区一个武道巅峰，算得了什么？独断万古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血灵鼎，你竟然还有这种邪物！哦，看来你是个识货之人。血灵鼎处，山河俱灭。就算你是个武道巅峰，也难免一死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这样做难道就不怕天谴吗？天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今日过后。本尊就是中原真正的主宰，真正的天！有本帝在，你休想得逞！不知死活！阿信，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个，打断一下，请问这个血灵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乃是魔族禁忌之物血灵鼎。用亿万生灵的生命炼化而成，他截取了中原的命脉，企图炼化亿万生灵。前辈，以你武道巅峰的修为，都没有办法阻止吗？莫说是阻止，恐怕连我都会成为他的引子。今天之后，本尊就是中原真正的魔神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天尊，别担心嘛，这不是还有师傅在吗？啊，师傅，请您救救天下苍生。乖徒儿，为师没有这个本事，为师之前都是瞎编的。瞎编的？其实我一个踩了狗屎运的江湖骗子，也想破这血灵鼎？姑爷，你就不要为难前辈了。血灵鼎乃是域外魔族重宝，不知沾染了多少血煞之气。再加上阵法相助，纵使前辈有无上威能，也难破此鼎。师傅，可真是如他们所说？这可能就是中原的劫难吧。那这中原的苍生岂不都要被他们炼化了？你们先走吧，这或许就是中原的命数。这世间或许只有道观能抵挡血煞之气。那你呢？我的命脉早已与中原相连，不管逃到什么地方，都毫无胜算。所幸我已踏足武道巅峰，我还能坚持一会儿。你们走吧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今日，你们所有人都休想离开这儿！血灵鼎，瞧！
天尊。魔神大人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求求您饶了我们吧！求您，魔神大人，我说姑娘，你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！求求你。蝼蚁一般的凡人也配本尊饶你们性命？去死吧！妈，妹妹，混账！我要你死！陆恒，血灵鼎，灭！陆恒，你没事吧？陆恒，这个就是与魔神作对的后果。我去，我头好疼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对不起，以后我不能报你。师傅，陆恒的神迹快要消失了，求你快救救他呀！该死的破鼎，该死的魔神，你混蛋！王谢，你快走，走！我跟你拼了！不知死活！师傅，别去啊！这鼎怎么这么强？这鼎怎么这么强？这不可能！滔天手段，果然厉害，这么强，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前辈之威，恐怖如此，竟连魔族至宝血灵鼎都无法抵挡，不愧是我师尊。随手就能抛开血灵鼎，他到底是什么存在呀？前辈的滔天手段，岂是你能猜测的？没想到3000年没下凡了，世间竟能出现一个绝世高人。咱们改日再战。木嘴今儿架好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魔神大人，你别走，别留我一个人！我警告你们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们慕容家族背后靠的可是魔族。魔神大人他只是不舒服，待会就会回来的。魔神大人背靠魔族，我中原怎么能出了你这样的败类？今日我就要清理魔窟！师尊，我求求你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林小姐，林高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求求你，别杀我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下跪磕头了！别碰我，我嫌脏！逆徒，受死！活该！快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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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惊无险，我终于回家了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这个口头禅啊？考你个大头鬼啊！为师差点被你害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前辈，这小兄弟恐怕伤得不轻了。天玄斗胆，请问一下前辈，这小兄弟跟你的关系是？他是我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前辈如此高人，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凡人？高你妹啊！我要是高人，早男模一大群了。哎，这说来话长啊。其实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当年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是陆恒救了我一命。我明白了，师傅，你当时肯定就已经决定好要以身相许了。不愧是我师傅，果然有情有义。闭嘴！你不说话会死啊！一天到晚就你会脑补。哎，其实啊，这事儿也简单。本姑娘知恩图报，她救了我一命，我自然要凑齐嫁妆钱回报她。当然，我不一定要真嫁，但是这钱我一定会给。没想到是这样，看来师尊也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人。那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可以？看什么看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对你师尊我有什么想法，别以为你长得帅就行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黄毛丫头，竟然敢骗我！
气煞老夫！不好，魔神追过来了。你说你这家伙怎么贼心不死啊？你说你好好的，非要追过来干什么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不好吗？只要杀了你们，这中原终究会落在本尊的手上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还想要整个中原？问过我答不答应吗？顾言，放心，师傅，徒儿心里有数。又是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竟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衅本尊！我挑衅怎么了？我挑衅的就是你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你亡。顾衍说的对，我们誓与天下苍生共存亡。师傅，你说呢？造孽呀！好好的一个小鲜肉，让我叫成啥了？算了算了，老娘累了，这世界毁灭吧！听到没有？我师傅让你毁灭，你就魔头受死吧！就凭你，现在就让你看看本少爷的厉害。让开！等着！神龙复活，灭了他！神龙、凤凰，这闹了半天，本尊是在和傻子对话呀！这传说中的神兽就是这般模样。哎，你们怎么还不快变身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神兽怎么可能听我的嘛？师傅，你快让他们变！变身你妹呀！贻笑大方的蠢货，去死吧！哎，师傅，你快让他们变人，他都要出招了都！司马当活马医，变！我去，不是吧？真变了！神龙，凤凰。让你们好好看看小爷有没有骗你们！还请两位神兽出手降了此妖。何德一别，别过来！不好，父母快收敛气息，神界那个人注意到我们了。哎，这师傅，这神兽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怎么回事？神兽之威可灭天地，这分明是障眼法。欺诈本尊，罪加一等。完了，这惹怒了他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师傅，神兽这是怎么了？可能是这小小的中原之地承受不住神兽之威吧，所以才引来了天上的警告。哦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小小的魔神怎么配神兽亲自动手呢？放肆！区区障眼法而已，还敢大放厥词！大放厥词？你以为我们几个真的怕你啊？师傅，你快让这个井底之蛙见识一下。还请前辈出手。那个徒儿，我要是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，你们信吗？啊！前辈到了这种时候，万万开不得这种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之前那些都是我瞎编的。怎么可能啊，师傅！徒儿这一身修为都是从你那学的，你怎么可能是瞎编的呀？对不起了，顾衍，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会。完了，坑蒙拐骗的事情做多了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哼，这个黄毛丫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罢了。本尊在她身上看不出丝毫修为，可笑啊！你们几个蠢货被他骗得团团转。闭嘴！你不许说我师父是骗子。顾衍，对不起。师父，无论你有没有骗我，徒儿从来都不怪你。魔神，谁要是敢动我师父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找死！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黄毛丫头，我就杀了她，让你亲眼看看
自己的心爱之人，这怎么死在你面前的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还有这雷声，怎么越来越熟悉了？师傅，你可真厉害！可是前辈说那些不是他瞎编的吗？你懂什么呀？像我师傅这种高人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性，对付他们，当然是要先吊一下了。你看，这么一吊就上钩了。我明白了，魔神，今日我便替着天下苍生除了你这个祸害。班长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前辈，之前呀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看你这修为通天，定然不是中原本土人士。只要你不帮他们，我愿意和你平分天下，共享天下资源，如何？啥？居然一半的天下给他们？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两个，只要你同意，我立刻把他们斩杀，你看如何？魔神大人，我们两个可是忠心耿耿的跟着你呀，你怎么？闭嘴！哼，杀了他们俩也没用，想跟我师傅平分天下，你也配？师傅，这老天爷怎么一直在打雷呀？天玄也从未见过如此异象。这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师傅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瑶池女帝，独断万古。瑶池女帝。我的好姐姐呀，我可终于找到你了。原来你跑到了下界去。上一世你心爱的情郎为你而死，这次我依然会亲手杀死，让你痛苦绝望。太好啦，主人他终于觉醒了！没想到这神雷声竟然使得主人恢复了记忆，那个人的气息浮现了，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。没想到师傅还和一个男子有如此纠葛，他是为了追寻心爱之人才下界的女帝，这次一定不能让那个人得逞。徒儿，师傅，没想到你此次下界是为了陆恒而来，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，徒儿还真有点舍不得你。前辈，上天已经降下天谴的征兆，请放过我们吧。对啊，放过我们吧。是啊，天谴，又奈我何？你天谴，你都不放在眼里呀！给我破！你这……心啊，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相濡以沫，无奈造化弄人。此生爱你，我从不后悔。如果能有来世，我还愿意把你作为我的全世界。我真的好想和你一生一世。对不起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抛下我，顾言。林霞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我的好姐姐呀，你我二人一母同胞，都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天骄。可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能成为受世人尊重的瑶池女帝，而我呢？我却什么也不是。今天我也要让你体验一下，你最爱的人死在你的身旁，而你却只能眼睁睁看着。林霞，我早晚会杀了你！杀了我？我的好姐姐呀，你我二人都已经正道不朽，你又凭什么杀得了？师尊，原来你一直在等的人是我。你做到了，这一世，你满眼都是我，你全世界都是我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重生？我利用我的大地本源，让你重获了新生。我也自封记忆，陪你来这世间，再走一走。余生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可好？好。婉心，婉心，顾远，你们，我本是这天界的瑶池女帝，顾衍是我在天界的夫君，我们俩情投意合，共同执掌着这天下万界。不料顾衍被我妹妹凌霞所害，我利用大地本源，保住了她的魂魄。我自封记忆，轮回千世，最终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前辈有通天手段，但总是以弱示人。原来前辈是从仙界来的，只是不知前辈你可知刚刚那雷声是？那不是雷声，那是我的佩剑。老朋友，我们又相见了。有了它，我就能破林霞的不朽。天玄帝君，陆恒，你们愿意陪我去天界吗？晚辈愿意。陆恒，对不起。其实我早就感受出来了，你并非真正的喜欢我，都怪我痴人说梦，一厢情愿罢了。如今你恢复了身份，我更是高攀不上。我母亲和妹妹刚刚去世，现在我只想好好陪着他们。我会复活你母亲和妹妹，保留他们之前的记忆。陆恒，你忘了我吧，我们俩本就是意外。谢谢你，在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丝温暖。妈，你也不要再杞人忧天了。依我看，哥这次一定会答应联姻的。我看也是。待会儿你去趟道观，把你哥叫回来，可别便宜那李婉星。那个顾衍怎么办？他是顾家大少爷，我们家可万万得罪不起啊！是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妈，妹妹，我回来了。你又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又跟林婉欣鬼混去了？哥，不是我说你，那个林婉欣有什么好的？比家世，比地位，哪里比得上陈家大小姐？你就答应和她联姻吧。好啊。哥，我们也是实在被逼的没办法，我们家必须拿出钱来，你不会怪我们吧？不会的，因为在茫茫的命数中，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是别人的，也是我们自己的。妈，妹妹，能再看到你们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哥，婉欣，谢谢你。
世尊，你现在突然这样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那我们恢复之前。好呀。终于是拨开云雾见月明了。世尊，你刚才消灭魔神的样子，不愧是独当万古的林婉欣。油嘴滑舌，为师之前差点被你坑惨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你们继续，我先走。你看，这天不是晴了吗？所以说，阳光总在，风雨后嘛。中原有咱们林婉欣，实乃天眷。哎，夸张了。我的师尊这么强大，又这么的谦逊，徒儿真的好想娶师尊。我说小白毛，现在魔族大军都退去了，你怎么还是这边闷闷不乐的？这天空如此晴朗，你为何如此忧愁啊？不瞒前辈，魔族大军虽然已经退去，可这中原大阵终究是破了。他日魔族入我中原，将毫无阻拦。别担心，有我师父在，他魔族来多少，我师父杀多少。前辈有所不知，这中原大阵乃是中原无数先辈以心血铸炼而成，不仅可以抵御魔族，更是中原无数修士的聚灵命脉啊！如果没有大阵，中原修士将无法继续修行，而这现有的修为也会逐渐衰落。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？有，除非有人重新凝结大阵，护佑我中原，否则中原的修士将毫无未来可言。啊！你们都看我干嘛呀？不会让我去吧？天玄斗胆，请前辈前往上界凝结大阵。拧你妹啊！这等艰巨的任务，我也无能为力啊！师傅，您就不要妄自菲薄了，有你斗转星移的能力，区区小阵而已，你肯定能行的。我没有妄自菲薄，其实我……前辈。以您通天彻地的修为，肯定没问题。还请前辈为了天下苍生，出手吧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就试试嘛，万一成功了呢？真是3个男人哦不，2个男人一台戏。哎，那就试试吧。行，那我们即刻出发。把他还有他一起带上。带鱼和鸡做什么呀？带上他们肯定有用啊。也是，这路上饿了还能炖着吃。啊？不是你要带上他们的吗？不如我们即刻启程吧。行，走，出发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祖师爷一定要保佑我们一路平安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。